好像这个，你要看他的手就稍微高一点。是，不过这一次林承飞还是有敲出安打。对，2出局之后，现在推进跑者来到得点圈，林承飞自己也站上了1垒。哇，中间方向又出现安打，现在垒上跑者绕过了3垒之后，郭彦文要来抢攻本垒，安全回垒。林承飞也站上了得点圈，双方又回到了原点，4比4。哇，你来我往的比赛啊，精彩！对，江晨峰很想把阿飞给解决掉。哇，很强劲，游击手扑下去没有拦到。林承飞今天也是一个猛打赏的夜晚，敲出了这场比赛个人的第3支安打。林承飞打第1球，打得蛮深远的，在正外野方向，转手往后推，掉下来，这是一个3分跑。哇，林承飞。哇，林承飞在应该是热身赛期间哦，就是在台南球场敲出一个中外野的全垒打。这个时候锦上添花，今天4支安打，这个时候来个3分炮，彻底一棒要来继承统一师了。哇，这个变化球3振出局，60号。如果等一下刘世豪打安打的时候，画面应该会带到桃园队的休息室哦。陈宇形容你想都别想。啊，过去是一起连霸夺冠的好战友，现在球衣互换了一套球衣之后，在场上变成了敌人。杨大哥很兴奋，他一直在等着结果。对他只想要最后看是出局还是安打，要花之类。哇，这个变化球3振出局，60号。哇，被陈宇勋的变化球给吊中。最熟悉的敌人呢、被最熟悉的球路给吊中。以前都是他在本垒板后方抠这个球路哦，结果现在被这个直叉球哦也3振出局，看得到打不到。看出一点点在攻击上的一个弱势。对，这2颗球，防御率这件事情跟场上队友的守备状况也好，或者说是一些客观的情况而言呢，还是有关系的。去年大半年的时间，其实都在养伤啊，所以才会出赛的场次比较少一些。啊，这一球打到了左半边的飞球，结果苏志杰遭到了接杀。这一球有进来，153公里啊，还是需要注意的。挥棒落空，结果林安可遭到3振，也结束了在一局上半统一的进攻。这一局3上3下。说为什么他已经用完2次了，他为什么可以主动来看？哦，这边是直接把145。这球内野的滚地球，游击方向，游击手接到，哇，是山垒来补啊！哎呦，哇，哎有，还是有踩到啊！哇，但是又拉到了。哦，朱祥林，这个还踩得到吗？再来看一下这一球，啊，跑得不太够，应该多跑个半步。哇，这个有踩到啊，厉害了。这边现在是吴瑞胜来守到1垒啊，让朱祥林来守到游击手的一个位置啊，延伸到最极限了。
但这边现在是主审有意见吗？该不会主审觉得没有踩到吗？ 7局之后，哦，是主审自己要看，厚一点点啊。我觉得8局之后可能比较适合。我自己觉得啦，7局的话会觉得有一点点多了。好，这边电视辅助判决 out 哦，没有问题。经过第2次的确认，吴瑞胜的全身延展性还是能够抓到球，还没。 哇，脚尖一直跟在，哇，跟在难怪会快拉伤哦。这等于是踮脚还伸到最远呢。哇，这要请个宵夜。哎，这边叶总上来，这边有点火爆。但刚刚是确认不是一个奥斗的判决吗？ 那为什么叶总在画面一回来就被赶出去了？哇，还是不满主审来做这个电视辅助判决哦。因为画面一回来没有拍到，所以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。 因为通常辅助判决完之后，就尽量不要再。通常抗议的话，裁判的容忍度会比较低，因为已经去看了。但最后判决是奥斗啊。对啊，是对魏全龙有利，可是他觉得，现在叶总又回来了吗？ 哦，在休息室。哦，是有丢头盔进来哦，但因为画面一直没有带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。就国珍对于场上状况的了解，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？就你观察，因为我真的看不懂现在是什么样子。因为刚2个人在很接近的那个画面没有拍到，所以不知道当时是叶总上来是针对哪一件事情。因为最后判决是对魏全有利啊，那猜测有可能是叶总觉得说，为什么他已经用完2次了，他为什么可以主动来看？哦，这边是直接把这个就给丢出去了。大这个讲线，不行。好，让我们当地团队谢谢。